扎西迪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蒋阳。在此农历金属新年来临之际，我代表本周西藏栏目组全体同仁，向广大的华人朋友致以新年的祝福，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阖家安康。扎西迪列。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将在菩提迦耶附近建立那兰陀研究中心。达赖喇嘛尊者结束菩提迦耶的弘法行程，返回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代表访问北欧3国。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谴责中缅联合声明有关西藏的条款。美国国会向西藏境内外藏人提供约19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新一届欧洲议会成立支持西藏组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四在印度东部菩提迦耶向信众发表讲话时，谈到计划将在菩提迦耶建立一所古代那兰陀研究中心。1月16日，达赖喇嘛尊者在佛教圣地菩提迦耶的行宫接见各国信众时，谈到将计划在菩提迦耶附近建立一所古代那兰陀研究中心，并强调该研究中心将是一个研究学术课题的机构，而不是宗教课题。达赖喇嘛尊者还向信众介绍了这一项目的心境。尊者断言，从世俗和学术角度来看，基于逻辑和推理的古印度传统文化可以与现代教育相结合。他相信印度有潜力创造以道德为基础融入世界的方法。尊者还就此事与比哈尔首席部长尼提什·库马尔进行了讨论。首席部长表示将全力支持这一计划。尊者还赞扬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为实现这一计划所做出的努力。此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对印度果阿、卡纳塔克邦以及菩提迦耶等地的为期40天的参访、弘法与演讲行程后，于本周一上午返回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受到各界民众的隆重迎接。达赖喇嘛尊者于2019年12月10日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赴印度南部城市果阿，并于果阿大学向各方讲解古代那兰陀佛法与现代世界的关联。结束果阿的各项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12月12日前往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蒙哥特藏人社区，并先后莅临位于当地的甘丹寺与哲蚌寺，向数万僧俗传授长寿灌顶，参加各僧院的辩论大会。出席为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600周年而举办的宗大师传记与著作国际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并接受了由当地各大藏传佛教寺院共同供奉的长寿仪轨。结束在卡纳塔克邦的参访行程后，尊者于12月24日前往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并于2020年1月2日至6日间在菩提迦耶向数万信众讲解了佛子行37颂，并传授观世音菩萨及文殊法类灌顶。1月8日，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耶的行宫与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提什·库马尔会面。结束传法的尊者在接下来的1周多时间内，每日接见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信徒和访客，并就自己所在致力推动的几项人生使命作出阐释。1月17日，达赖喇嘛尊者在朝拜摩诃菩提寺正觉大塔后，离开菩提迦耶，前往比哈尔邦首府巴特纳市，并在巴特纳再次会见首席部长尼提什·库马尔。18日当天，尊者应邀访问了比哈尔邦司法学院，向该学院师生与司法工作者发表演讲，并会见巴特纳高级法院首席法官桑杰·卡洛尔为首的200多名法官及工作人员。随后，达赖喇嘛尊者离开比哈尔邦，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并在当地停留休息1天。1月20日上午，达赖喇嘛尊者从德里返回印北达兰萨拉。在尊者车驾抵达达兰萨拉官邸沿途时，数千名藏人僧俗信众手持哈达等隆重迎接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达兰萨拉。
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代表索南佛拉西于本月12日开始对北欧纳维亚半岛的丹麦、挪威和瑞典3国展开首次访问行程。结束对丹麦哥本哈根和挪威奥斯陆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代表索南佛西于1月16日上午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进行访问，并会见该国多名国会议员。代表索南佛拉西在会见上述瑞典议员时，呼吁他们代表西藏人民和热爱自由的人们向瑞典政府和国会提出西藏问题，并敦促议员们在与中国政府的双边和多边交流中提出西藏问题，使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尽早得到解决。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本月17日和18日2天访问缅甸首都内比都，推销其“一带一路”项目，并与缅甸当局签署了不少经贸与基础设施建设协议。两国同时还签署了联合声明，内容提及台湾、西藏与新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引发各界的谴责和关注。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策汪加布阿热亚于本周二1月21日谴责中国和缅甸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关于西藏、台湾和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条款。秘书长策汪加布阿热亚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谴责中国在这份联合声明中蓄意歪曲西藏的历史地位。他指出，中国政府坚持认为西藏是其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非是虚假的姿态。秘书长补充道，藏人行政中央不是在寻求西藏的独立，而是以非暴力的中间道路政策，通过与中国政府对话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而台湾外交部也表达严正抗议。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台湾就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民选的台湾政府才能在国际间代表台湾人民。中国政府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无权在国际上代表台湾人民。另外，美国国会于近日向西藏境内外的藏人社区提供约19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藏人行政中央随即感谢美国政府和国会历年来对流亡藏人社区的慷慨援助。由美国政府提出的2020年进一步综合拨款法案，分别于2019年10月28日在众议院和11月12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2020年1月20日获特朗普总统签署后正式生效。该法案向西藏境内外的藏人提供共计19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其中包括向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非政府机构在保护西藏文化、提升可持续发展以及教育及环保项目方面提供了不少于8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该法案还要求拨款不少于600万美元，为流亡藏人社区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项目，发展印度与尼泊尔的藏人社区，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在教育和发展等方面协助流亡藏人社区培养下一代藏人领袖。另外，这项法案还为加强藏人行政中央的综合治理能力提供了不少于3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这项资金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拨付。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感谢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境内外藏人一如既往的支持和慷慨的财政援助。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于本周三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成立新的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及选出新任主席。在2019年经欧洲4亿多选民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于1月22日成立新的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前副主席、欧洲议会英国籍议员莫莉·斯科特·卡托女士主持了会议。7名欧洲议会议员和9名欧洲议会议员助理，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和国际西藏运动欧洲区的工作人员等出席了会议。在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前副主席斯科特·卡托女士过去数月的努力，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得以与新任的欧洲议会议员建立联系。由于他将于本月底因英国脱欧而离开欧洲议会，
因此将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的管理权正式移交给新的继任者。议员斯科特·卡托女士提议捷克共和国欧洲议会议员米库拉什·佩克萨担任该组织主席一职。经与会议员商讨后，会议一致选举库拉什·佩克萨为新任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主席。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就为您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